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张数学的科技单后壁面的题目我拢袂晓写，啥货？数学的科技单后壁面还佫有题目无？哈？张科数学哦。 我变一个模式互你看，我会互你袂记起家己是一只狗。我毋是狗啊！你看，你袂记起来吼。班上的鞋仔，甲因老爸的差别。你若糊涂，便是今天孔子发现了糊涂，取名中庸；老子发现了糊涂，取名无为；曾子发现了糊涂，取名逍遥；墨子发现了糊涂，取名 归公，如来发现了糊涂，取名无我。世间万事糊涂最难，有一寡代志问得清楚，便无趣味。连佛祖都讲：人不可太近，事不可太轻，凡事太近，缘分势必早尽。所以有时阵，难得糊涂才是上道。人生讲到底，活的是心情，活了忝，是因为会影响你心情的物件伤济。天气的变化，人情的冷暖，无同的风景，拢会影响你的心情。但是因拢是你无法度控制。你若糊涂，便是今天看淡啊。天无非阴晴，人不可不散。地只是关键，沧海桑田，五心不惊。 安稳自然，随缘自在，不悲不喜，便是今天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新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就天门每晚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你安尼头壳人的选叫破咧，你的内心拢袂感觉不安？会啊！ 我嘛出惊去偷摕着假，这世人拢是女性主动。